一般人所認知嘅回收咧，就係將垃圾分類之後就交俾相關機構去處理，實現資源循環再用。不過藥物嘅回收就好唔同啦，係絕對唔會重用㗎，而且要經過高溫焚化處理，咁先唔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啊！如果到期嘅話，知唔知道應該要點做呢？啲藥物掉佢咯，抌垃圾桶咯，抌落垃圾桶，掟垃圾桶咯，抌咗咪抌落垃圾桶咯，掉落垃圾桶，咪直接抌咯，跟住再買啲藥房買啲新嘅咯。我哋喺度訪問咗好多位市民，佢哋嘅答案竟然都係一致話唔要嘅藥物係直接掉落垃圾桶啊！咁對我哋嘅環境究竟會造成啲咩嘅影響呢？咁其實如果將藥物咧擠落垃圾桶嘅話咧，咁最終咧就會去咗堆填區啦。咁其實堆填區咧，其實都會咧產生好多啲嘅我哋所講嘅垃圾汁。咁所以咧，其實啲藥物咧，咁佢哋落咗堆填區之後咧，咁嗰啲嘅藥物成分咧，就會透過啲垃圾汁咧，有機會咧落咗去一啲嘅泥土入邊。咁然之後咧，亦都可能透過一啲嘅污水啦，咁啊就去翻海洋啦。咁如果直接沖咗去馬桶嘅話咧，咁就直接咧就可能透過即係一啲嘅排污系統啦，去咗河流或者海洋，咁啊亦都可能造成一啲嘅污染，有機會咧會影響咗生態系統，同埋有機會可能咧造成一個咧細菌嘅抗藥性嘅問題嘅。如果就咁將啲藥物掉落垃圾桶嘅話，除咗會傷害環境，其實都傷害緊我哋嘅下一代㗎。咁如果屋企真係有啲過期藥物嘅話，又有冇地方可以回收嘅呢？你有冇聽講過咧有藥物回收呢一樣嘢啊？如果有，會唔會想試下？都可以嘅。都冇乜咁嘅需要啊，又唔知地址喺邊。都唔會咁麻煩咯。如果過期咪唔要咯。點解你覺得麻煩嘅？因為我哋都唔知喺邊度抌啊嘛，求其抌咗喺垃圾桶咁咪得噶咯。有得回收咁樣樣？係。真係唔知喎，真係唔知喎。如果回收嘅話，你會唔會拎去回收咧？睇下遠唔遠咯，遠嘅話，如果近嘅話可以考慮下嘅。如果市民咧想將啲藥物回收嘅話，有啲咩嘅渠道嘅咧？而家暫時咧就冇一個正規嘅渠道嘅，咁啊，只不過可能有時坊間嘅一啲嘅大型連鎖店啦，又或者一啲嘅即係機構啦，可能做一啲比較短期啲嘅回收行動。喺2025年，有環保團體同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回收家居剩餘藥物，市民嘅反應相當踴躍，超出佢哋嘅預期。當初咧，點解會有呢一個回收藥物嘅概念嘅咧？喺2-3年前啦，我哋睇都有一個嘅報告啦，就發現咧，其實香港嘅河流咧都有好多嘅污染，包括一個啟德河啦，咁啊亦都有一個研究發現咧，其實有成34種嘅藥物成分咧喺啟德河入邊。咁所以有鑑於此啦，我哋都認為咧，其實藥物回收咧都係喺香港咧係非常之有呢個需求啦，同埋要迫切咧去處理嘅。計劃係點嘅咧？成效又係點嘅咧？我哋喺舊年嘅6月至11月啦，就進行咗半年嘅一個藥物回收計劃。咁亦都好好啦，我哋喺葵青區咧就做一個試驗計劃啦，就有6個嘅商場啦同埋屋苑咧去參加。咁喺6個月入邊咧，我哋收集咗咧超過150公斤嘅藥物。咁換算翻咧都大概超過咗30萬粒嘅藥物嘅。咁我反應咧都係比我哋想象中咧預期非常之好。Shona，居民對於藥物回收計劃嘅反應係點樣嘅咧？咁啊地點好方便啦，咁所以市民咧其實個參與度咧都好高，咁啊收集到翻嚟嘅藥魚咧個數量都好理想嘅。咁其實當中咧，因為個計劃相對喺本港咧都係有啲新嘅，咁所以其實有唔少嘅市民咧都有唔同嘅疑問啦，包括咗其實啲藥魚係包括藥水啊，或者係眼藥水啊、哮喘藥啊呢啲係有冇可以回收嘅咧？咁我哋前線嘅同事咧都好耐心去解答啦，因為一個咁好嘅計劃，我哋都希望即係我哋耐心去解答嘅時候咧，市民嘅參與度同支持度咧可以更加高，成個成效可以因為咁樣提升嘅。咁係咪可以長遠持續進行嘅活動嚟嘅咧？因為其實而家市民對於藥魚回收或者環保呢一個意念咧都係提升咗好多。咁如果我哋揾到一個方法喺我哋即係作為物管方面有啲更加便利嘅方法、更加好嘅地點俾佢哋去做，我相信市民係更加願意咧去參與呢個活動。咁變咗即係嚟緊可以繼續去推廣咧嗰個可持續性就會更加好啦。對於藥物回收咧有啲咩嘅建議咧？咁我哋其實建議啦，就喺政府嘅層面啦，睇下會唔會可以將嗰個回收網絡啦，可以擴展到去綠在區區啦。咁我亦都某程度上，我哋都希望可以鼓勵更加多嘅市民咧參與呢個藥物回收。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將嗰個嘅回收嗰個網絡咧繼續擴展。將藥物棄置到垃圾桶內，最終都只係會送去堆填區，而承受惡果嘅都係我哋嘅咋。大家不妨做多一步，為我哋嘅地球盡一分力啊！